要吃烤肉。你要吃烤肉啊？什么样的烤肉？五颜色的烤肉。五颜六色的烤肉啊？欢迎使用智能语音电动车。朋友，多久没撸串了？我带你们去一家特别好吃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烧烤，你们保证没吃过。猪的，就没有这么好吃的烤肉？来都是为了吃这个。老板，什么时候来唱歌的？烤完这点，马上给你唱啊。做烧烤可以和很多人接触，还可以自己拿着消遣。把自己的这盘事业干好了，而不是大事业小事业。有点自己，真的就跟烤肉一样，你什么样的火候好出来什么样的烤品。一串咫尺，人生天涯，不用惦记，何日重逢？烟火人间的故事还没讲完，咱们老地方见。